大家好，我係是非人。最近喺網上睇到一段發生喺國內10幾年前嘅視頻，一名30幾歲嘅男子犯下槍殺案。佢行兇之後企圖自殺，自己將把槍從下巴開槍打上去，頭蓋骨打穿咗。幸好公安及時到達搶救咗佢。佢嘅大腦受損，後遺症係從此唔能夠控制肌肉，全身不斷發抖，亦都唔能夠好好控制舌頭，講說話嘅時候有嚴重嘅口吃。人民法院經審判後出咗判決書，佢被判死刑。喺佢等槍決前，有一位姓陳嘅老師前往惠州博羅看守所探望佢，為佢進行輔導。陳老師問佢：你而家有啲咩願望啊？佢話：我希望看守所嘅傳統中國文化教育唔會中斷，因為佢可以教育好多人，讓好多人唔會重踏我錯嘅腳步。我以前唔知道，亦都唔識分辨乜嘢係對，乜嘢係錯。我喺看守所有機會認真學習傳統文化，開始反思。呢段日子，弟子規陪伴我每一日。佢寫咗一封懺悔信，信中識得引用一啲儒家嘅名言。佢用咗《論語》嘅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嚟表達佢而家嘅心情。佢用《孝經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嚟向佢嘅父母道歉，話佢自己不孝。佢亦都企起身向死者家人道歉、懺悔，話我唔怕死，因為我可以血債血償。呢條命係佢哋嘅，係我欠佢哋嘅。以上就係呢位死囚死前嘅願望。我曾經從事過教育，亦見過唔少犯下過錯嘅學生。呢啲學生面對過錯嘅態度大致分為3類。第一類，接受教導，坦誠認錯，決心改過。第二類，從不認錯，藉口多多。第三類，時時犯錯，時時認錯，永不改過。每一個人嘅成長，良好嘅德行嘅灌輸係不可以或缺。蒙以養正，品德教育應該從小培養。孩子嘅成長就好似一本慢慢打開嘅書籍，我哋要用正念、善念、善知識去譜寫呢本成長嘅書。中國聖賢嘅典籍含藏海量嘅人生哲理同埋智慧，開卷有益，畢生受用。走近聖賢，你嘅志向、品德、胸懷，人生嘅路就唔一樣。呢一位死囚死前嘅心願就係話俾我哋聽，要好好珍惜同埋學習中國文化。如果我嘅分享能夠得到你嘅共鳴，請你按讚、轉傳、訂閱及按小鈴鐺。多謝你哋嘅收聽，下一輯再見。